TGIF 3週年啦！回顧過去3年，我哋透過唔同年題回應信仰、療癒、大確幸、永續。除咗恆常嘅敬拜同講員分享，亦邀請到唔同樂團嘉賓帶領聚會，又不時舉辦工作坊同各類活動，有嗎哪廚房精心炮製嘅美食、BBQ 活動，營造輕鬆空間。踏入第4年 TGIF 嘅主題係擲晒馬，聽下佢哋期待啲咩？期望大家可以喺困難之中都繼續倚靠神啦，繼續嘗試去倚靠神。咁就希望每隔一段時間回望返都見到神嘅美意咁咯。期待大家喺呢年裏面擲行馬啦，一齊兄弟姊妹做嘢啦。我哋咧能夠咧可以繼續開開心心嘅。今日都係一齊喺度有傾有講有笑啦。大家好似呢個地方咁啊 ，The Place 可以同神相遇啦。我哋一個信仰群體啦，我哋呢班信仰群體一齊都喺上帝嘅話語去扎根啦。弟兄姊妹嚟到呢個地方啦，係能夠 own 呢一個地方咯，係啊。我希望大家好積極咁翻嚟呢度聚會啦，座無虛設，可以同大家去敬拜啦，然後都係喺小組入邊啦，或者係即係呢個大家庭入邊咧，都好期待咧，可以同大家一齊去繼續建立嘅。